刚建议发表上新的 AI 平台，会当协助医护人员做行政，阁有临床判断，希望甲病医斗卡手。这也是全球第一代为华语医疗体系设计 AI 医疗助理系统，未来会推广到全台医疗院所，阁有长照机构。So can you tell me how long it's been like this? 大概3个月了。全医生甲病人之间用无共款的话咧讲，毋过若透过医师手头平板内底上新的 AI 人工智慧平台，医护成译通，短短3分钟内，就已将医生拄仔问的内容全部转做病历，减少医师文书处理的时间。这是全球第一个专门为华语医疗体系设计 AI 医疗助理系统。这个 summary 根据我们的资料库，甚至可以推荐它相关可能要做的检验检查，或者相关的处置，或者提供一些卫教文件，这就所谓的 decision support。负责研发的江兴基表示，为应应医护诊疗这案的挑战，2024年先开发出医护成药通平台，已经成功导入新一间病院，减少护理人员中合成文书工作。2025年又推出2.0升级版本，内用支援96种的会，高整合医疗知识库，兼协助医师做临床精准决策。这样的准确度可以达到90%，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，这个 MedBobby 它可以使用96国的语言，就是你可以讲英文，你可以讲这个日文，甚至国语、台语。江建义强调，这项上新的 AI 人工智慧医疗系统，去年伫亚东病院试办的时阵，医护人员文书作业时间由原本30分钟减少做3分钟，也有效降低离职率差不多50%到70%。未来进一步推广到全台医疗院所，甚至长照机构，希望用 AI 创新科技提高病人照护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